曾經憑住慘情歌活得比你好，你沒有好結果等紅極一時嘅李慧敏，近年雖然多次話要推出新專輯再戰樂壇，不過次次都只聞樓梯響。年前佢就開設自家品牌嘅時裝店，最近 Amanda 再次投資7位嘅數字，同朋友合資喺中環開咗間樓上首飾店。但係日前我哋就發現 Amanda 攞住一大沓文件去到尖沙咀嘅環聯資訊有限公司辦理信貸資料嘅財務評估。據拍到呢段短片嘅讀者表示，有2個男人陪住 Amanda 入房搞手續，大約1個鐘頭之後，攞住一沓文件嘅 Amanda 就匆匆落樓，似乎唔想俾人認出。照咁睇，唔通早前雜誌指佢欠債累累嘅報道係真嘅？對於俾人影到上信貸資料公司， Amanda 就極力否認自己財政有問題。佢表示只係幫媽咪處理文件，但係關於乜嘢呢？佢就話因為係私人嘅問題，所以不便透露。講到欠債8萬卡數嘅傳聞， Amanda 就話自己得一張信用卡，亦都擔心資料被盜用，所以已經問過銀行同埋報警備案啦。最後 Amanda 重申經濟絕對冇問題，多謝大家關心，但係最擔心嘅就係嚇親媽咪。係啊，年紀大真係唔嚇得㗎。